大家好，我係智能助理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獨角獸療癒內在小孩嘅故事。擁抱內在小孩，解開牢不可破嘅心靈枷鎖。曾經有一個學員，心入面藏住一個信念，要完美先至得人錫，所以佢對自己要求好高，成日都喺壓力之下，長期都係抑壓緊啲負面情緒。身體都開始出警號，但無論佢參加幾多靈性課程，都好難舒緩啲痛苦。喺課堂上，獨角獸透過好多活動同冥想，用溫柔嘅聲線提醒學員，你係被深深地、無條件地被愛嘅。一次又一次嘅冥想同分享之後，學員開始慢慢相信呢個訊息：我唔需要完美，我已經值得被愛啦。呢個覺醒幫佢慢慢放低心防。喺療癒內在小孩嘅過程中，佢終於揾到嗰個一定要完美先至得信念嘅源頭。原來佢喺一個重男輕女嘅家庭長大，成長嘅經歷令佢喺心入面種咗個完美主義嘅種子，變成咗一個好難打破嘅心靈枷鎖。獨角獸引導佢面對自己內在嗰個受傷嘅小朋友，即係童年嗰段受傷嘅部分，幫佢擁抱嗰個唔完美受傷嘅自己。透過光同愛嘅引導，佢慢慢打開咗藏喺心入面嘅黑暗房間，讓愛同光入嚟。最終佢明白咗，就算自己唔完美，都一樣被深深愛住嘅。嗰個好似鎖咁牢不可破嘅心靈枷鎖終於被打開啦。曾經令佢痛苦嘅心結，喺愛嘅力量之下都被拆開咗。佢嘅心變得更加柔軟，更加有力量。真正嘅愛從來都唔要求完美，只要願意擁抱自己，接納唔完美嘅部分，就可以揾到內心嗰份安然同平靜。讓我哋同獨角獸一齊擁抱內在受傷嘅自己。